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讲环保。哎，赞！讲到环保，来，我先问，哎，出外，阮像阮食饭，我一定拢在环保块。讲实在，我拢随身携带，对，因为我惊死啦。我是无，我嘛无。你两个检讨上面做环保，就身体个健康，因为猪哦，有迄种漂白，我实在惊。哎呀，迄毋是，迄是佫再利用。哦，迄再济啊。迄个环保，你的猪吼，老夹掉，迄个新的，啊有的猪拢无夹掉无。对，迄拢是佫再。我来回收个消毒一个，啊，得个漂白，是。安尼你哪敢用？哎，讲实在，做了环保吼，我。真正我就真欣赏人韩国人，因足侪物件拢用再制吼，人用啥？用树脂粉、番薯粉来做。上个简单的，干那迄个起土啊落，你若起就知，伊个起土我用番薯粉做，你吐吐了吼，啊听食，啊听淡掉了伊就用，自动甲你分解真正哟。我欣赏的这种。所以啊，你拢无环保的猪我拢哦？无做呢。爱炸。好，阿爸爱炸。好。另外一份嘛爱炸。好啦，咱用来做环保来救地球啦，但是要救进前来看来轻松的地球。喂，开心民宿了哦，要带没哦？好，我电话甲你吵者吼，来，好，多谢，好，再见。阮老，喂，是人客要来大哟？毋是，毋是，啊无听你讲到一百，搁留人客电话。就迄落林骨头公司卡内底推销啦，我甲抄电话，讲若需要我才卡互伊啦。林骨头，你有需要？无你即摆是要传去后向用？你要用还是我要用？姊啊，你嘛莫紧张，咱这也无啥物烦啊。人迄哦，林骨头公司的业务员哦，足辛苦，敲电话来，咱莫共泼冷水，直接就共拒绝，咱搁甲应付，安尼也袂减一块肉对无？入行一善就对啦。你搁真个替人想咧？白白拢服务业啊，互相斗相共也无啥物烦啊，吼。安尼是真好啦。但是我是感觉吼，咱这间民宿吼，你着好好啊顾，莫搁去甲我补遐有诶无诶，安就好啊。知啦，但我顾啊久也袂倒啊，你看。不，顾较真好咧啦。OK，欢迎光临。先生，咱是要带咩哦？我一个房间。一间房间你是要单人床的2顶的，还是要双人床的1顶的迄种？你嘛足白目的，有可能迄手拢牵条条，迄若毋是翁仔某，就是情侣，当然嘛是迄个双人床的1顶。你咧骗笑的？咱2个食茶啊对无？咱出去5口，毋是讲咱定定拢安尼牵条条，对无？互咱原这兄妹啊！讲有影咧？哎呀，我一个房间，双人床。有影无？双人的啦。对，我较舒适的哦。冇问题。来，我带你有啦，带去迄个总统套房的啦吼，迄有按摩浴缸的啦吼。好，若需要啥才讲啦吼。你甲看下，人安尼凊彩就娶我，干那我甲即阵还阁单身贵族。天公伯嘛，你目口有目睭咧，你独时咱是要我做偌久啦？一世人啦，一世人安尼我来去做回收đồ。拜托，
君啊，是啊你唔通去做和尚咧。嗯你若做和尚哦，我你来了乱佛门的圣地，安尼就是真正是阿弥陀佛，现在，请你唔通来。阿弥陀佛，现在，你是要来甲我吐槽啊？唔是啦，我是讲你无聊，找你开讲啦。莫来这套，你卡成规矩无我看的。诶，你今日来哦，一定要找阮姊啊，哈，去开房间啦。恁姐去倒开房间？无啦，带人客去房间哦，无啦，啥毋知吼。啊，你最近生意好无？花啊啦，啊恁咧？阮哦嘛是讲无真理想啦。啊，就想讲啊，这找恁姐来参详啦。参详讲两间民宿来联合起来，啊做促销的活动。哦，你看安尼好无？是啊。你讲要做促销的活动，无看你有啥物想法，啥物较好的办法，讲来听看。拍折啊，打折啊，一直打，打到骨折啊。安尼来吼，我相信哦，房间若俗落去，人客就自然入来啊啦。安尼哦，安尼就人客拢出去分尸啊啦，定咧拍折拢用迄落拢老套啊，换一个较新的啦。我甲你讲，人即马吼有咧流行迄落吼饭店啦、咖啡厅啦、休闲农场啦、民宿啊，拢甲电视公司咧配合，啊来拍连续剧、拍偶像剧，啊是拍电影，啊拍规因的知名度，咱嘛挑甲人来配合。到时咱民宿啦红起来了，哇，迄生意哦才卖力啊，人客拢来啊。是啦。嘿，这个想法是原来袂歹啦。问题是，咱开始民宿，咱的装潢也无讲足水足清雅的啊，迄电影公司敢看会上吧？就对咩？啊，但是哦，你讲头拄仔迄款的，啥拍电影、拍电视，迄足侪人拢做过啊。啊，生理有诶嘛，无讲真正呀，对无？我看嘛无讲真好呢。我真歹讲啦，换新啦，对无？哎呀，恁大家莫无自信啦，咱只要消息若甲放出去了后，自然有公司来甲咱直接，咱就有希望啊。丽丽啊，你感觉这个促销活动安尼好无？想的哦，无妥当。咱若是吼安尼稳安尼做，较稳当啦。莫阁想遐有诶无诶，比边仔有空无顺诶，无时间吼，若你遐麻烦吼，参冤冤。姊啊，毋是我爱讲你，就是无胆。咱做事业就要向前冲，安尼钱才会愈赚愈济，知无？我知啦，冲一个人过头吼，是甲你喝救人，看啥物甲你救啦。救人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若顶来，你喊救人，到底有发生什么代志？啥听起来就是拄正走入来迄对人，你查某在喊呢？哎呦，毋知发生命案啊未吼？去看，你去看。哎，无啦，姊啊，你知我较无等你去啦。无，你去。哎，恁两个实在真无意思。这民宿是恁下什么叫我去？恁去啦！做对啦。来做来，靠大。小姐，拄则是你咧喊救人。歹势啦，拄则我想过入去，甲恁惊着吼。是的。嘿啊，伊拄则咧背台词，背了伤大声，甲恁大家交叉着，歹势啦。你背台词，你练完了？是啊，我过几工啊吼，要去试镜啦。若是有通过，我就用来做演员啦。哦，伊甲遐尼大声，害我差点去报警，我叫讲已经出命案啦咧。歹势啦，甲恁吵着。迄落吼，恁两个吼，小等一下吼。有啥物代志吗？我是讲要甲恁请教一下吼，毋知要安怎才会当做迄落明星吼。你有兴趣哦？有咯，我最有兴趣的。是毋是恁有迄个机会，互我来试看卖啊呢？我是小药的经纪人。你若是有兴趣的话，凡事我当甲你斗相共。真实哦！安尼哦，万事拜托，真麻烦你吼。若有消息，我会甲你通知。即晚有代志，先失陪。好，我等你好消息吼。来拜托你哦。
你哦！哇，冒死啊！哈哈，人咧讲3年一运啦，好歹照轮啦，即摆又轮到我出轮啊！我这边做大名车啊，像迄个成龙啦、刘德华啦，周星驰。啊，对，周星驰啦，你冇？唐你来哦！阿公哥哥，喂，我咧远远安尼行来吼，我就看伫遮细细粒。啊，你念啥？唐，我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佫无偌久的将来，我就要做一个大明星啊！大明星哦！你要去演戏？对啊，有人要推荐我去做演员啊！真的也是假？你敢会咧做白日梦？啥物底啊？做白日梦，我甲你讲啦，真正有机会啦！我真正有感觉到，我已经拥有大明星迄个气势。我跟你讲，到时你就有机会做星妻。星妻？欸我看吼做油漆较紧啊，搁你星期，你慢慢来欢喜，我要先来回去。拜拜。好啦，汤，啊，你不术后，你天公俺白来将啦，你还无眼光啦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潜力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嘿嘿嘿，真正有机会啊！我要做大名车啊！啥？青啊！啊，你讲恁的民宿要招人拍戏哦？系啊，我咧想讲有迄款的戏剧组吼，有要共做场地拍戏哦。我这个民宿会用招伊啊。哟，种青啊！啊，你哪会忽然间有这个想法，讲要甲民宿招人拍戏啊？进前毋是有足侪种找迄款的场地啊，像闹热的所在啦，也是讲迄游乐区啦，也是民宿，也是迄个休闲农场啦，有真侪啊饭店啊拢招人啊。因吼到尾也拢好，知名度拢大家拢知啊，拢去因遐住。我想讲，我天天民宿嘛用招人啊，到时阵我知名度就拍开啊，大家拢过来我遮住。原来就是安尼哦，嘿，青啊，无简单的，你有这个想法啦。就是讲吼，以后我会甲你斗注意啦。安尼哦，真麻烦你。袂啦。麻烦你。阿姑，快点，我等来啊。哟，等，你也去啊？啊，对啦，阿姑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拄则伫迄公园遐吼，去拄着迄阿公哥哥，伊安尼足欢喜讲吼，我要做大明星。喂，即摆骨力变倒一出的啊！啥毋知吼，就有一对男女朋友去因遐住，因遐住迄个查某囡仔讲要去试镜，要做演员。群吼可能原来这个意思。是讲群啊吼，嘛真爱出风头咧啊，人要去应征演员，安尼伊也想要参一下。就是咩？伊敢有法度？哟，这歹讲哦。伊的个性了，安尼各比安尼五年吼，佫笑过。嘿，无定定吼，电影公司拄好当你欠这款的角色，就甲录取啊，伊就变演员啊。哟，嘿，青啊，你讲安尼嘛有道理呢。以群啊个性来演这个小人物的角色哦，嘿，嘛真适合呢。嘿，你即摆是咧讲阮群啊要去做演员？哟，像头家娘，我今仔听你的口气，敢若无啥爱恁群来做演员哦。假讲的，阮群啊无迄个天分啊，是要哪有迄才调会当甲人做演员？哎呦，你姐，你嘛才知影迄阿公哥哥的个性啊，伊吼若下定决心要做的代志，你若甲伊反对吼，伊甲你撸几步。阮群啊是想讲演员才好做，我要做就会当做。我看根本无迄个才调，等伊转来吼，我再好好甲伊讲，叫伊莫搁在咧空思梦想，做演员。我要做明星，你无适合。我有适合。群啊，你互姐啊拜托的好无？莫搁想遐有诶无诶啦！你着咱即间民宿安尼好好啊顾就好，好无？我无爱听，我甲你讲，个人拢有个人的理想，我嘛有我的希望。你无互我去试看嘛？你若知影我袂成功。安尼好，你甲我讲，你做倒一件代志做成功？拜托的啦，莫安尼家己不甲遐尼无用啦，着安尼平平安安，日子安稳啊过，安尼毋好。唔好，我甲你讲，这人生本来就是敢若咧博晓哩，我若博赢，我的人生过了毋才有意义。我即马讲的话，你拢无爱听就对啦。无法度，我已经安排好势啊！你互我来试看嘛，你莫甲我主动好无？拜托的啦。好，到遮来啊！记在你啦，即马搁出代志哦，莫讲我无甲你提醒哦。哎呦，
我真正甲我害落。哎呦，真正生气啊呢！我甲你讲啦，你拿目睭甲我看啦，我一定要成功啦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嘿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嘿。头家啊，哎呦，Hello， 经纪人，你来哦。拄则我甲电影公司联络过啊，好，目前有欠一名演员，你敢要试看卖？看演员咯，买，我买。啊，毋过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，你敢愿意接受？反派哦，反派是歹人的哦。迄种的哦，敢无迄落正小生的无，像迄个楚留香的做迄香帅无，烟头，七啊偌济拢要甲拍迄种的，我好咧，敢无的？敢若欠歹人的角色尔。纯歹人的哦。演反派角色好啊，演歹人观众才会记住，安尼要红的速度才会紧啊。做歹人得红较快哦。当然啊，安尼好，安尼我听你安排吼。安尼明仔载我带你来去试镜，是讲我会讲哦，这件代志吼，你暂时唔好任何人知，因为公司吼无想要伤过请伊，以免破坏公司的计划。安尼我知，我会保守秘密，我拢听你安排吼。好，只要你好好甲我合作，念味我同你请甲念袂掉，相信真紧你就变做真正的大名车。大名车出门拢坐到乌头仔车，所以机场我足侪粉丝，日日都要甲你大名车。哇，我是大名车，我是大名车，我请甲念袂掉。迄落经纪人哦，咱是要到遐面试哈？就这。到这哦，这都公园啊。是啊，等者吼，因替你翕几张相，搁有录音，再甲物件摕倒去公司就用的啊。着搁翕相，着搁录音，是要录什么音？这张台词，摕去照你念。照安尼念哦。对。恁查某囝伫我的车手中若想要见恁查某囝，着摕100万来，若无就等收尸，安尼哦。收尸咧，你即摆演歹人咧，爱有气势，较有杀气的啊。搁一摆，较歹。较歹了。恁查某囝伫我的手头吼，你若要见恁查某囝一面吼，摕100万来啦，若无就等收尸啦，安尼会使无？无够，搁较歹，气势。我较歹哦。对。恁查某囝伫我的手头，你若是要见恁查某囝，摕100万来，若无你就等收尸。安尼会使无？即摆袂使。安尼我是毋是已经录取啊？你免着急，等我即块录音带摕转去互公司听，然后看因的意思，我才甲伊联络。就遐晦气哦。你真有天分啦！我相信阮公司一定会用你的。我有天分咯！真实的哦。安尼好。那安尼，阮先等来公司啊。你等去厝里等阮的好消息。好，我等你的好消息咯。一定会录取的啦。小姐，你要加讲好话哦。好，我等你的好消息咯。我名车咯，离我愈来愈近咯。我已经有闻到大名车迄个气氛啊！我是大名车，我是大名车，我是大名车。群啊，拜托，你是咧起笑呢啦？看你欢喜甲呢，你是着乐透呢？我来讲哦，遐到，你对我讲话较客气咧哦。下摆我都是大人物，你对我袂使无礼貌。是大人物。咱借问一下吼，是甚物代志，互你安尼遐尼欢喜啊？你是毋是会甲我讲？都迄落，要你管，不告诉你啦。我拜托你，求你，告诉我一点点就好啦。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，我看你会当挡偌久啦？你不要。借问的哦，恁是甚物代志啊？请问，你敢是民宿中心的会长？是啦，我是民宿中心的会长啦。有一件代志要请你斗相共。啥？
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哎，乡亲大家好，咱今日天天又开心，要甲咱讲的俗语就是破鼓好救月。这什么意思？没听过呢。哦，这叫学问。破海鼓会当救过。这有典故的。哦，这古早时代的传说啦。是。啊，讲迄个天狗吼会去嫁月娘啊。哦。啊，月娘甲嫁哩，怎唔放哦？唔放哦，这百姓怎用咧讲鼓讲锣啦，不管破呀，啥物拢杀杀讲讲甲大细声，查甲狗就是惊着吼，随一个放哦，啊，做紧走。就是要赶走月娘，赶走迄只狗就对。天狗会去嫁月娘。迄月娘嫁咧到底会爱也袂爱？会起一脚喂。叫人讲吼，都爱小物件啦，啊，唔通被浪费啦。对。啊无吼，你若安尼物件拢无要珍惜吼，时到吼，你讲甲你讲。有真正爱珍惜，譬如讲啊，若假设咱迄衫穿过，咱无爱，唔通互白蛋掉。细细咧，摕去回收，咱救这一寡外国的小孩子，为无衫穿的就可怜。是啊，所以讲哦，地球一定要做环保。对，不但讲地球做环保，咱人，体内嘛是爱做环保。哦，对。啊，若讲到嗰个，你这个肚子你上盖有需要做环保。你巴肚点听准啊？无啦，我垃圾食垃圾不就是安尼。最主要吼，咱因为咱石上无地，所以我是讲吼要甲顶起来。我啦，上重要是讲，咱古早人都要用破鼓要救过啊。啊，咱是毋是搁较爱珍惜自然来救咱的地球呢？时间过得足紧的，咻一个30分钟就搁过去，又搁要跟人讲再会咯。咱今天天又开心嘞！要奉劝大家爱地球真简单，只要咱随时做环保。是你无愿意，也是不得已，才会无缘来分开。四个秋天，风吹心寒冷，思念像雨落呀落，落袂停。无过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苦涩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怎样搁再